别人对咱看，颠倒不在意上帝到底有违反着上帝迄种规定啊无？咱追求美好的事是真对，但是咱要想过头去。咱伫遐来讲，上帝歹处理的迄种偶像，就是因为伊本来是好的欲望，但是所以咱就伫遐个正常化，咱就合理化，这是足正确的啊，和圣经所讲共款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上帝透过这个大环境咧促成这样代志。这句话是对，但是伫现在到底有适当啊无？咱唔知。咱讲这句话对，所以我就坚持一定要安尼。所以忽略了讲，这个物件已经控制了你的心去啊，已经成做冲突的来源，已经成做迄个偶像啊。所以伫遮互咱看见讲，咱是毋是有缘有遮的咧？咱第二步，头一步就是讲，我愿意要悔改；第二步，咱来知影咱有犯了什么罪。甲咱讲着你即几方面，你会当去思考，是毋是我有讲话即种罪哩？是毋是我有意也要去控制别人哩？无言中，咱就产生即种冲突者。我是毋是讲的话，拢去遵守？有言而无信无？还是你有尊重观点啊无？你是毋是甲你无爱的人对待人的，颠倒去对待着别人无？甚至你有遮个欲望，遮咱看见做遮个欲望伫咧啊无？当咱若知影做了是，咱就进到伫第三，咱来去认罪。这认罪是只是讲，上咱先感谢上帝，因为互咱当认罪了，咱就要得到自由。这是一个稳定的。咱假使若无上帝无咱认罪，咱得到自由，得到下面这稳定性，你会感觉咱人非常的痛苦，因为咱人拢一直犯罪啊。犯罪要安怎？啥物继续参像讲，即个民间的信仰伫遐抬猪、抬牛、抬羊、老鹰的血来洗咱的罪，啊，无就献一寡啥物圣品的是，求即个神来赦免伊，会当得到袂？从来毋捌看过民间的这信仰的神伫遐讲，你若伫我的面前认罪，我就赦免你的罪，我就互你平安，就互你喜乐。你去看民间信仰，无一个敢安尼讲，伊毋是神啊。咱来感谢，咱真正的这个上帝，有这个权柄，伊也愿意安尼，所以互咱认罪这条路。我要互你得到平安，我要来赦免你，但是你要做什么？你要认罪。所以第三就是咱来认罪，这认罪的时阵呢，你要真正的认罪，毋是干那伫咧口头底下来讲。所以伫这课文中间，互咱7个方式，底下来使用。讲要安怎真正会当认罪？伊刚刚有伫这透过7个时，互咱真正看，这是7个 A 吼，因为伊头先拢是用 A 开始吼。而且讲到你来向每一个你得罪人来认罪，你来表面讲如果啦、但是啦、检菜啦，遮啊你来真具体伫遐来认罪。第4伫遐讲啊，你来承认我所造成即个伤害是啥物？咱看这英文的对照拢伫咱的周报内底嘛拢有吼。后壁3个是讲安怎？你来接受。愿意要接受这个效果伫咧，你要改变你的行为，最后安怎？你要求着赦免，但是要稳准对方有这个时间伫咧。咱3个做来看，头一项讲咱来向所有的人，所有得罪的人，咱伫遐来认罪。其实这甲咱讲一项，所有你若犯了罪时阵啊，拢是去犯了的对上帝，已经得罪着上帝啊。所以无论什么罪，你拢要倒转来向上帝认罪。咱有可能讲，我有2种罪，一种是行为的罪，一种是我听伫我内里的尔，我心内的罪，别人都毋知影咧，要安怎？拢总是得罪上帝啊！上帝知影你心内咧想什么，所以咱若特别是伊咧心内罪时，咱更加着安怎？爱去到伫上帝面前来认罪。虽然伊无影响着别人，但是你嘛爱到伫上帝面前来认罪。只要你若有得罪人的时，所有的人你拢总爱向伊来认罪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伫认罪中间，咱袂使去用到这如果啦、但是啦，还是检菜啦这种话语，因为认罪上界无好，就是你伫你的认罪中间加这话去哩。其实这话拢是要推卸责任。但是安怎？但是都因为安怎？因为讲一寡理由出来。啊，检菜是安怎？还是讲如果是安怎？你敢毋知影你犯的是啥物？你要推卸责任。有讲到即句话的人，其实就是啥？伊无承认所有伊犯的这全部责任的，伊个部分拨了去互别人，还是家己承认即个部分啊？定？咱看起这是第2个。咱若要认罪，无应该用这个言语的。第3，你有具体的这种认罪的咧。
你认罪时，你若愈具体的时阵，你会当互对方互来接受，相信你嘛知影我到底倒毋对。毋是讲啊，对安尼大约是啥物？无，你爱非常清楚知影讲你到底是啥物。所以你若要互人让相信讲，我会当体验到真正是，因为圣经中间举例出来，圣经中间话语提出来讲，上帝甲咱讲安怎？但是我竟然伫这项事顶面，上帝我讲做这个，我毋通批评咱，但是我竟然伫你无伫你背后来批评这个，这是真具体伫迄个所在来知影你认罪到底是啥物。嘛，真济以后你知毋通阁犯到即个部分。第四，你要承认讲，你所造成的即个伤害到底是啥物？你若知影对方即个伤害，互对方会当感受到时，你才会知影讲你是真正伫迄所在要来认罪。你嘛会使讲到你家己的经验。我早时因为我即边甲你讲做话了时，我相信你受到真大的伤害，因为我嘛捌受到即种的伤害。别人做话无真正无影无正的话，讲啊甲你那一个害我的什么什么什么，讲互因听。所以我相信即边我安尼做时，绝对你绝对受真大的伤害的。用你来讲，你承认你的即个造成的伤害，用你的经验伫迄所在来向人抱歉伫遐来讲，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，就伫迄个所在来接受即个效果伫咧。咱若明白要来接受行为的效果时，嘛是表达我真诚恳伫迄个所在来悔改方法之一。伫路加福音15章19节，迄个浪子回头的时，伊倒转来讲啊呐，当了后，我袂堪你做你的囝，就互我亲像你的长工的一个。伊知影伊的效果是安尼，应该是我倒转来就是做长工，我不再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儿啊。甚至做一个长工，我嘛愿意，因为我是真实到伫我的爸的面前，伫遐来认罪。第六个，你要改变你的行为。你所伫遐来改变你的行为的时候，向即个你所甲伊还没冲突，还是你认罪即个人来解释讲，未来我要安怎来改变的这种计划伫咧。嘛，你互你家一个标准，你知影讲你爱改进的到底是啥物？到最后一项，你就是爱伫迄时来求对方来赦免你的时阵，你爱互对方有即个时间伫咧。有人真容易就会让饶赦别人，但是有人需要时间来调整。所以你毋通要求人赦免的时，互人一个压力伫咧。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，一直讲到对方爱答应才袂。你要有对方有即个时间，若无伊讲，因为你互伊压力，伊伫遐来原谅你的时，迄毋是带来真正即种原谅伫咧。所以爱互对方有即个你。然后咱来看伊讲，且你拢已经行煞的时，我紧讲我会认罪，敢若对方嘛敢若无伫接受的款呢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你也感觉无接受，是毋是我的过程中间无真恰当的？我是毋是需要搁为头搁来行一遍的？认罪的时阵，来看见这7项。头一个是讲，你爱向所有人得罪的人伫遐认错，这是讲到你爱知影你的对象是啥物。第二，你爱避免讲，毋通讲即个，若是安尼，还是检测是安尼，表示你的负责任，毋通甲即个责任甲拨开。第三，你爱真具体来认罪时，表示讲安那，我真具体，我知影我倒毋对。第四，你承认所造成的即种伤害，因为你知伊的严重性到底是啥物。第五，你接受即个效果时，是你爱知影讲，我要承担以后有可能即个效果，我嘛愿意接受。第六，我会改变我的行为，甚至是我的行动在，我准备要安怎做，互人会当知影。最后一个就是，咱来求人赦免，对方有时间的时，我体谅对方。更较重要是啥？你爱知影你家己爱做部分。所以伫遮会讲到，甲咱讲呐，你有可能每摆即种认错，你无一定爱经过这7个 A。你小小的物件，简单就会当表决，简单甲讲就会当解决。但是呢，真严重的是，你真可能爱甲你7项摕倒转来。你知影你的对象是啥物人无？你知影到底你爱负责任到啥物无？你有真具体伫遐明白无？你有知影伊的严重性造成别人安怎伤害无？还是你愿意承担这个效果啊？毋是？你有准备要安怎来改啊无？你有互对方体验到对方，还是强迫对方就一定爱伫遐来赦免你？咱上个重要是安怎？咱是要去服侍，记得咱认罪是因为咱的思想改变，
另外要去服侍人，毋是要家己得到舒服。无论对方的反应如何，我嘛得尽力去实践我所讲出来这个话，并且爱改变家己，这才是真正，互咱会当得到这个福报的这种道路。所以咱已经看去到第4个、第3，头一个你爱愿意悔改，你有动力，你有心意，准备要悔改。第2，你知影啥物毋对，自我检查。自我检查了后，你知影毋对，你开始安怎真实去认罪啊。第4安怎，你的行动伫倒位？所以第4真到啥？个人的改变到底是啥物？咱若要修正关系，要对罪恶中或者自由中最后一步就是爱改变。但是改变安怎？靠咱家己无办法，咱一定到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同工来改变咱的态度甲行为，互咱会当哪来哪亲像基督同款。上帝真意来帮助咱会当成长甲即个改变。伫提摩太即个腓立比书第2章13节，甲彼得后书第1章第4节，拢会讲起着即个部分。伊讲伊想赐互咱迄个更较大、更真实的即个物件，就是要来帮助咱。伫彼得后书第1章第4节讲，已经有宝贝甲极大的应允赏赐咱，要互咱对这个应允的脱离世间对事欲所缔造这种败坏的，已经互咱这宝贝甲极大的应允的咧。上帝意海咱会当得到成长，得到改变。咱来相信讲，咱无一项的罪恶甲即个无好的物件，无办法靠上帝恩典伫来改变，伫来克服。咱所相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伊有绝对的权柄力，伊是美善的，伊以后要帮助咱，伊讲的话一定会成就的。所以无一个什么物件，伊袂当伫迄所在来改变，是颠倒是咱无伫遮真正伫咧倚靠着伊的。咱个人要改变的时，你可能我感觉咱家己咱的气力有限，要安怎？就刚刚讲到有4个方法。你要安怎甲上帝来同工？要安怎靠上帝来得胜呢？4个，头一个就是祈祷，第2安怎？伫主内底有喜乐，就是倚靠主的意思。祈祷，你甲主有一个迄个亲密的关系伫，而且讲求你检查我，求你监察我，在我的心思试验我，在我的意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，带我行永远的路。你要倒转到，你要真正要行出来时，就上帝，你看得真明啊！所以你要透过祈祷，你才有办法知影上帝会当互你明白。第2啊，你爱喜乐，伫主内底喜乐，就掠耶和华最欢喜。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。你若掠伊最欢喜的时，你所求的伊就要互你。安尼咱才有办法改变。第3是啥？你爱读圣经。第4安怎？你爱行出来。圣经内底讲伫罗马人书第12章的第2节，讲啊，无你甲这世间共款。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当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伫咧。你爱读圣经，你才知影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。最后，你爱实践，爱甲行出来。要行出来时呐，爱有这个气力伫咧，你爱需要一种操练伫咧。腓立比书第3章的14节，伫遐讲到你就是向所差的标来走。要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来吊咱的手，就敢若运动员共款，伊每工伫遐咧操练来走，为着进步0.1秒，伊毋知用偌济时间哩，有一个目标伫遐一直操练才有共款。咱若要有即种，像是圣经中间，互咱望咱做到安尼时，咱就是安怎，照着这种真规律的这种操练，咱才有办法伫迄所在来做到。所以咱来看见讲，你要安怎会当来认罪的时阵，咱看见头一个，你爱悔改，有这个心意伫咧，有这个动力伫咧，然后你就要开始自我来检查，知影我犯了什么罪。第3，你爱真实的悔改，然后最后你有行动伫遐来改变。咱就看见讲，这个认罪是上帝所欢喜的，伊就不在乎你这罪，搁伫遐来苦楚着你。你就会完全得到伫最中得到这个自由的，所以个人来看是，咱看伊讲冲突，伊会当操练上帝性格的这种上介好这种机会的。咱需要真诚实来处理伫冲突中间，咱家己爱负的这个责任的部分。
伫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的12、21、22讲，人若